PPT 其实佫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法哈，就是用 Word 哈，这我拄仔讲这佫需要用一摆啦哈。需要用着我迄个台语罗马字101迄个 macro 吼，迄个句集吼，即个我去定用好啊吼，大家看一下吼。这是原底所在吼，原底字吼。来，因为即摆恁大家可能拢是用迄个，就是你直接迄个输入法拍出来的字吼，伊其实拢是迄个 Unicode 的编码啦吼。咱要用伫迄个 PowerPoint 吼，伊对迄个台语 Unicode 的资源吼，毋是介好。咱若是敢若要求咱即摆 PPT 要水吼，咱有一种做法，就是像安尼吼，你拍好啊对无吼？但是安尼歹啊吼。我用迄个句集来，我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该转回数字遮吼。转回数字吼，伊会问你迄个片声是要用这还是无啦吼？即个是实在理啦吼。好，安尼吼。这就是原底吼，咱咧输入的时阵吼，起印的顺序啦吼。以早的人就是迄个 O 吼，拢是用 OU 啦吼。O 一点吼，拢用 OU 代表吼。好，即摆伊转了吼，拢转做数字啊有无吼？咱过来用该转做 TP encode 安尼。我用一个这安尼吼。即马这个用 TP encode 安尼遮掠一个图者吼。该转啊，继续转啊吼。转来，转来吼，你会看做看到这奇怪有即种的，有即种的吼，迄拢袂要紧来。安尼吼。这个字体你爱选即个台湾Taiwanese Sheriff 即个吼，这个是咧台语新闻也有吼。好，转好毋是拢足正常对无吼？来 ，Ctrl C copy 吼，来新 Ctrl V 吼。你看遮 Ctrl V 又搁安尼啊吼，所以你共款爱套用即个台湾 Sheriff 即个字体，安尼就水啊吼。毋过你看吼，伊敢若剩一个破拍，就是即个片声，即个伊袂当显示做迄个金甲头一个 N 嘛吼。这袂要紧这咱安尼用，取代就好啊嘛，上简单的对无？安尼，该选起来，这取代做安尼。安尼就完成啊。
安尼就水啊，有无？有真遗憾无？这以早这大家想的变通办法啦，即种办法伫咧出版的时阵，才有路用因为即摆个业界的编辑的系统大部分拢是Adobe 的 InDesign 足侪啦尤其咱做台语的，大部分拢用这因嘛是，我嘛是教因用即款的啦，因为InDesign 伊会接受的字体嘛是安尼啦，伊嘛袂当接受讲应该是讲伊若接受迄个系统的字体伊就甲迄个 Word 迄种共款所以一定爱甲因教讲爱用咱台语界的字体咱有3种字体咱以前前辈所做的即个敢若差迄个片声迄个 N 尔，安尼就水啊所以这是以上就是PPT 要小的水咱台语罗马字要水的办法有2种大家会记的一种是转做图去修改一种是直接用即个TP Encode 但是有人袂晓用迄个 TP Encode 啦，只好去改图啦安尼。